準備一支健身棒，可於膝下放置軟墊，以保護膝頭哥。然後右膝跪低，雙手持健身棍，跟住右手放下並維持平衡，頭向右轉，腰部亦都同時向右轉。腰部向右轉後，右手向後伸展。此動作維持大約15到20秒。雙手及頭部放鬆，返到中間位置並站立。換左腳，單膝跪地，雙手向另外側打開並伸直，維持姿勢約15到20秒。慢慢站立，完成動作。然之後另一套動作呢，首先我哋會坐低嚟，然之後慢慢側瞓，最好有一個長邊可以俾我哋借力。而家我哋先轉向我哋嘅左邊，提高我哋嘅右手，左手捉住，左腳亦都微微施力向後。然後將我哋嘅左腳向後，令到腰部有少少拉扯。然後將我哋做一個大幅度嘅脊椎伸展，過程中亦都保持深呼吸，千祈唔好閉氣。大概30秒之後，我哋可以轉另一個方向。今次我哋轉身，轉向我哋嘅左邊，將我哋嘅右腳向後，左手可以揾嘢扶住。我哋嘅視線亦都望向前面手指尖，慢慢捉住我哋右腳。然後向後施力，保持30秒嘅深呼吸，做一個伸展，大概做4次就得㗎喇。記得每日跟住做啊！